再来看，云林的警方伫启动甲斗南查到有14个失联的移工，还有一个签证已经过期的侨胞。警方表示讲，这移工拢是做临时工来探证，卖来查讲到违法的头家。警方来到现场，随大声喊爱大家莫顶当，这是云林启动六合村一个提供洗厝的住所。平常时因为出入的人真复杂，而且常常有人会伫遮食酒、大声喝酒，厝边怀疑是有人伫遮跋筊，抓走去报警察。去清查居住人口，在赤桐地区查获泰国籍失联移工7名，预期停留外侨1名，其中有1名失联移工吝啬不能安全驾驶通缉。警方表示，这寡失联的移工家己烧酒洗厝，才四界找临时工趁生活所费。刷落来扩大追查，确讲有违法请因做事的头家。另外，斗南的警察咧执行联合稽查专案勤务的时阵，嘛伫管区一栋细人的透天厝内底找到几人个失联的移工。呼叫线上警网前来支援后，上楼清查，后于该透天厝顶楼平台发现一群外籍人士剧场上面。将7名外籍人士带反锁查证身份，经查6男1女均为越南籍，预期拘留人士。警方表示，失联移工讯问了后，改送移民署云林县专勤队收容。不过社会上原来有真侪这款绕跑移工四界走、四界觅，都够引起犯罪等治安的问题。警方是呼吁民众千万唔通请这寡违法的外籍劳工，避免犯法。若是有发现可疑的移工，家己来引头路，就要赶紧报警察来处理。记者王伟雄，云林报道。